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30字。物理的世界单雷。物理的世界表面看来是真复杂无同的现象，包含各种无同的元素 element、物质 matter、星体、能量 energy， 甚至时间。不过近代400档科学的研究证明，伊是一个真规则的世界，拢总遵守几条基本简单的规则。你若是物理学家，甚至会当甲所有的现象，为详细的求主 （Keyword） 到上大的宇宙，为咱所在上早的时间，宇宙出世。到上尾的时间，宇宙结束，用一条长长的数学公式表现出来。这敢毋是一个奇迹？物理的世界也有一个你想袂到的奇迹，自然的现实 （reality） 甲咱日常感官的经验，其实无一定一致，甚至对反。亲像时间受加速会变慢。亲像光 light， 当时是波动 wave， 也是一粒 particle， 一粒光子 photon， 当时存在伫无同的所在 localization， 种种奇巧的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al 的世界，你无法度想象。不过，请你会记得。这毋是自然界的魔术，这是物理基本的现实。经过科学的目睭，才有法度经验了解的现实。你会进一步问，这个基本规则是安怎来的？这咱真无答案，或者是完全靠机会 （random chance）， 或者是人类知识范围以外，永远袂当回答的问题。总是物理的世界，温存咱看愈济，亲像一个烫半光的美女，愈互咱爱看，要看愈济。感觉神秘、敬畏、美丽，提升咱的心灵，甚至崇拜的宗教感。